对了，他孙子一来吃饭，整个瓜给整个开心。哦，一边吃他一边跟他讲，我到那边来吃来着，哎。阿是他是他子呀？哦是噶，我来看挨不到啊，挨不来，挨不来办的。哦，这里，挨不来就来。哦哟，挨不正俺陪陪吃，本来为啥天黑了，不要个天噻。是噶，对吧？一见嘛，挨不要吃不落这药，那个身子后是个药，这我还不想，全太阳系最可爱的娃。阿年年，你这个身子，你到洞里再动，俺们你身子可爱。都要来，你身在这个吧？现在，听我说一个人在反正，至于挨把反对，我是讲了谁没那个人子。我那时候跟小刘讲的，只要你喜欢就可以，我是绝不反对的。我觉得，你呼吸出来那一个办法，哎，忙得了死去活来，4公斤我走来对上起来看。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，孙子是挨个小情人，你都阿表原来1/3口味的孩子。那个人快来个，光得不得了，我还是个。哦，是讲到啥人在后续呢？还是挨不啊？哦，是噶，是讲了有点这种个事情，来补站。哦，啊！奶奶，你还是香汤毛药子哈？我觉得你长在身上再漂亮，皮肤又白，哎呦，来吹着。哦，是噶，你说他找新姑娘长在身上吧？